昨天熄火洗澡了，还没等睡醒呢，炕拔凉，给我冻醒了。全家后的赶紧起来把炉子点上吧，再不起来我就得冻硬在炕上。这大炕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凉的太快了，啥时候能不用一直烧呢？烧点热水，洗个脸，收拾一下子。在村里虽然见不到几个人，那咱也得利利索索、干干净净的呀。咱可不是那埋汰人。这热水可别浪费了，我直接洗个脚，暖和暖和。赶紧收拾完了，我得把苞米戳出来，抹点苞米碴子去，不然毛东这一冬天可就没啥吃的了。说干就干，家伙事一放，开干。这也太慢了，使这大姐，给我抹点苞米碴子呗。大姐，多少分钟抹完呢？10分钟吧。大姐，抹米费先记账，来年秋天给你。哦。你们有没有吃过东北苞米碴粥的？这玩意可老好吃了。小时候我奶一碴粥总得碴一大锅，吃不了往外边冻上，吃的时候一热，方便又好吃。东北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大碴粥咸鸭蛋，保管称一可地转。这冻干菜鸡蛋酱那小滋味贼像样，这一桌子你就说能不能给你香迷糊了吧？不迷糊也没事儿，来瓶快乐水就迷糊了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